你知唔知道？好多人以為國學同易經係封建迷信，但連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嘅頂級科學家都係睇國學得到啟發，用四維角度睇人間世，好似我哋睇隻蟻喺個籃球旁邊行一樣，一眼就可以睇穿未來，世界變到好通透。易經下經講嘅全部係現實生活。今次我同大家拆解當中嘅人生智慧，由真心愛情、退休安樂，一直講到運勢嘅傳記。大佬啊，我哋講易經，好多人一聽到就覺得好深奧。其實易經嘅下經，由頭到尾都係講緊我哋人間世，講緊現實生活遇到嘅難題。清代有個好特別嘅易學家叫焦循，佢考到舉人之後辭官唔做，返屋企侍奉父母，喺屋企隱居研究易經。佢做咗一件歷代學者從來冇做過嘅事，去數易經裏面到底有幾多陽爻，幾多陰爻。佢發現易經上經有86個陽爻，94個陰爻，陰爻多過陽爻8個，所以睇得到上經係以陰為主，而下經有16個陽爻，98個陰爻，變成下經係陽重過陰。我哋參考宇宙嘅規律。老子喺《道德經》入面講過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宇宙大自然入面暗能量、暗物質非常之多，所以陰多過陽係好正常嘅。但係喺我哋人類嘅現實生活，特別係父系社會，往往係重陽嘅，所以易經嘅人間世由下經開始，全部講緊我哋每日要面對嘅柴米油鹽、男女感情同家庭責任。下經嘅第一句卦序就係咸戊受大狀。第一個咸卦就係感應嘅感，去咗下面個心字底變成冇心。你聽我句勸，冇心之感其實就係最純粹嘅愛情，特登有心去追求，算計過條件嘅，嗰啲唔係真心愛情，只係條件匹配。咸卦係少男同少女嘅結層，整個卦說明咗愛情嘅發展過程。古人寫得非常之生動，由男仔嘅腳趾開始講起，由古文講嘅咸其母，即係腳趾，跟住上去咸其肥，即係小腿，再上去酷比咸其股，即係大腿，然後到咸其尾，即係背脊段肉，最後先去到咸其褲字舌，褲比就係面背，舌就係舌頭，即係我哋現在俗稱嘅打輪沙文。你睇我哋中國人嘅感情智慧設文，係最後階段嘅水到渠成，唔似外國人認識又好，唔認識又好，見面禮就係抱一抱，親一親。愛情一定要係冇心之感，突然間覺得自己喜歡咗一個人，嗰種感覺先至最珍貴。講完愛情，下一個卦就係路卦，路卦就係婚姻卦，係長男同長女嘅結講。俗語有一句話叫愛情的終結就是婚姻，所以紅卦根本唔同你講愛情，紅卦講嘅係責任。結婚之後要養妻活兒，撐起個家。責任先至係婚姻嘅本質，愛情靠嘅係一時嘅無心之感與激情，但係要長久維持一個家，照顧好屋企人嘅健康與晚年，靠嘅係肯卦嘅責任與擔當。人間世事皆有定數，冇心之感方為真心，懂得順應與知止，人生先可以生生不息。講完家庭責任，我哋再睇下人生嘅另一個重要課題，退休。易經下經嘅第三個卦叫士卦。講嘅就係退休嘅最高境界。古人講退休嘅最高境界，用咗一個好特別嘅字去代表，叫做肥。呢個肥字唔係叫你身體肥胖，而係豐肥。古書入面叫肥時。退休最要緊嘅係咩？係心境開朗，有水有錢，有好日子過，生活富足，身體康健。點樣退得體面？幾時退？點樣退得自在？後卦全部教晒我哋。做人最重要係懂得知止與順應。講完退休，跟住有兩個非常有力量嘅卦，一個叫乾卦，一個叫牽卦。牽卦係5個陽爻包住一個陰爻，陰爻喺最上面，好似5個男人圍住一個弱女子。去到牽卦叫天風謙時，同樣係一陰5陽，但嗰個陰爻去咗最下面，變成一個女人帶動5個男人。外國學者翻譯牽卦，英文叫做 coming to meet，或者叫 encounter， 中文翻譯過嚟就係治癒。你睇人間世事，好多男人成功，你問佢點解？因為成功裏邊包含咗好多際遇、好運同人際關係。但係點樣喺茫茫人海入面抓緊呢個際遇呢？秘密往往喺後面嗰個女人身上。
老話講得好，每一個成功嘅男人背後都有個了不起嘅女人，好似當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，背後都有默默支持佢，俾佢精神力量嘅枕邊人。女人天生有一種非常敏捷嘅直覺同靈感。喺古代，卜卦求問嘅巫師，巫字本身就代表女性。如果你喺家宅生活入面遇到難題，問下太太，問下女兒或者姐姐，佢哋嘅直覺往往準過男人好多。你再去睇古圖入面嘅伏羲同女冧，伏羲喺左邊手持舉尺，代表左腦嘅理性同邏輯；女冧喺右邊手持指南針，代表右腦嘅感性同直覺感應。女人嘅右腦感應天生強過男人，對生活環境同氣場嘅感知更加敏捷。男人明白呢個道理，就要懂得珍惜身邊嘅女人，聽下佢哋嘅直覺同建議，顧好家宅氣場。夫妻和睦，人生下半場自然可以避開好多風險，過得平平安安。除咗退同進嘅智慧，喺《易經》《下經》裏面有一個卦，大家一定要識得，叫鼎卦。鼎本來就係古人用嚟弄食物、煮好嘢食嘅器具，好似我哋香港人最中意食嘅佛跳牆就係用鼎煲出嚟嘅。根據宋代易學大師邵康節嘅推算，由1984年到2043年呢，60年，整體運勢都係行緊鼎卦。每一個爻代表15年，去到2014年到2023年呢，10年，正正就係行緊鼎卦嘅第四爻，即係九四爻。古人寫得好明白，鼎折足，福攻餓，其形獲凶。用我哋嘅話講，即係個鼎折斷咗一隻腳。入面煮緊嘅佛跳牆全部倒翻出嚟，搞到烏煙瘴氣、狼無不堪。你回想下，由2014年去到2023年呢幾年，不論係社會環境定係個人身體健康，係咪好多人都覺得好狼武、好辛苦？呢個就係鼎折足嘅運勢，要一直等到2024年正式踏入九運之後，個局面先至會有轉機。講到運勢同易經嘅奇驗，我一定要同大家講一個發生喺我哋香港嘅真實故事。下經入面有一個卦，正音讀漸，意思係漸進、循序漸進。時間翻到去1997年5月，當時香港發生咗全球第一宗嘅 H1N1 禽流感。一開始大家以為冇事，以為禽流感唔會人傳人，點知去到1997年底嘅11月同12月疫情突然後多咗，由原本嘅1宗一下子變咗18宗，甚至有6個人不幸過身。當時全香港街坊都好驚，公立醫院睇急症嘅人排長龍，大家都擔心呢種新病毒會搞到全港失控。當時我為咗呢場禽流感卜卦，但我冇用傳統嘅舊方法。我用咗一個從來冇人用過嘅創新方法，我直接用英文名字 H1N1 嚟起卦，我順住英文字母 ABCD 咁樣數下去。H 係第8個字母，H 即係8加5等於13， 13除以8，餘數係5。喺先天八卦入面，5就係進卦，亦都代表風。跟住再睇 N 係第14個字母，加1等於15。15除以8，餘數係7。喺八卦入面，7就係艮卦，代表山，上面係風，下面係山，組合起來正正就係易經第53封山佔卦。當我算到封山佔卦嘅時候，我整個人震撼到講唔出話嚟。你知唔知道整部易經64卦入面唯一一個卦從頭到尾專門講跳類嘅就只有佔卦。佔卦每一爻都在講次佔合，即係後跳，即係飛禽。我哋算禽流感，英文 H1N1 竟然精準無誤咁撞中咗唯一講飛禽嘅佔卦。呢個絕對唔係巧合，而係宇宙數理嘅奧秘。跟住我再睇佔卦嘅九四爻，爻辭寫得好清楚，獲戰於木，或得其國無咎。用我哋嘅話大白話拆解，即係隻候鳥飛到樹木上面。雖然樹枝不安定，但只要揾到一根平坦嘅橫木頭飾，就不會有危險，終究可以平平安安。當時我一睇到無咎呢2個字，心裏面頓時定咗落嚟。我知道呢場禽流感雖然來時，但只要我哋配合好政府同醫生嘅防疫措施，我哋香港人一定可以克服過號。結果正如卦象所顯示，疫情好快得到控制。
我哋順利度過咗嗰次危機。呢個真實經歷話俾我哋聽，國學智慧絕對唔係古老嘅迷信，而係一套深刻嘅大自然規律同數理邏輯。不論係面對突如其來嘅病毒，定係自己身體出現嘅痛點，膝頭哥痛甚至留醫嘅關口，心態千萬唔好慌亂。人間世事皆有定數，無心之感方為真心，懂得順應與知止，人生先可以生生不息。面對疾病與運勢嘅波折，順應自然嘅規律去調理，配合公立醫院醫生嘅醫囊，食補養生，慢慢調理，身體與運勢自然可以重獲生機。最後呢，兩個卦非常之重要，叫既濟卦同未濟卦。第63卦係既濟卦，第64卦係未濟卦。用我哋現代人嘅說話翻譯，第63卦既濟卦就係 game over， 即係遊戲結束。但係人生嘅遊戲邊有咁快完？完咗之後又再玩過。所以易經講人生，易傳裏面講生生不息。用佛教嘅說語嚟講，呢個生生不息嘅過程就叫做輪迴。易經嘅64卦其實係一套非常精妙嘅輪迴學說。如果你將呢64個卦套入去佛教嘅12因緣裏面，你會發現簡直係吻合到令人單為觀止。佛教12因緣嘅第12個因緣叫做老死，正正就係第63卦嘅既濟卦，跟住再循環翻去第64卦嘅未濟卦，就對應12因緣嘅第一個因緣，叫做無明。整個易經64卦由上經去到下經，根本就係喺度解釋12因緣嘅演化。上經講嘅係我哋喺母胎入面沉槍嘅階段，包含無明行識名色六入，而落到下經，我哋一出世就來到第6個因緣，足由足，愛取有，再到生老死，全部都係我哋喺現實生活要面對嘅貪嗔癡。下經講嘅人間世，全部都係呢啲切身嘅人生體驗。其實呢啲哲理一啲都唔玄妙，講到底都係三維世界嘅客觀規律。如果我哋能抬高一個維度，由四維嘅角度睇返三維嘅世界，好多執着就會變好虛幻，就等於我哋喺三維世界睇一隻喺二維平面爬行嘅銀蟻。你睇隻銀蟻喺個籃球旁邊一路行，我哋喺上面一眼就睇穿晒。隻銀蟻根本唔知自己做緊咩。但我哋已經睇到隻銀蟻嘅未來。如果我哋能學會用四維嘅心態睇返人間世界上面嘅名利爭奪、人情世故，你都會心微笑。連頂級科學家都明白呢個道理。日本有一位非常偉大嘅物理學家叫湯川秀樹，佢喺194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。佢預言咗介子嘅存在。當記者問佢研究量子物理嘅靈感喺邊度嚟，佢竟然回答：完全係因為讀咗唐代詩人李白嘅一篇古文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。李白喺文章入面寫得太絕啦！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也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也。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古人講天地係萬物嘅客僧，光陰係過客。湯川秀樹正正係從中悟出咗物理學嘅原理。所以有時我睇到有啲人不讀國學，覺得古籍過時。其實連頂級理科科學家都係喺國學得到啟發。通識根本不應該分文科同理科，大自然嘅規律同人生哲理全部係貫通嘅。了解咗易經下經嘅智慧，明白咗萬事萬物嘅循環，我哋對晚年嘅健康同生活就會多一份坦然。身體出現痛點或者小病小痛，配合好公立醫院醫生嘅指示，好好調理，唔需要過度焦慮。人間世事皆有定數，冇心之感方為真心，懂得順應與知止，人生先可以生生不息。寄居喺呢個世界最要緊嘅係心態通透，身體安康。睇完下經呢啲卦象，你哋覺得講得最有共鳴嘅係邊一個？係講真心愛情嘅咸卦，定係講退休安樂嘅流卦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大家交流下。好啦，今次講到呢度，我去飲杯茶先。